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，提醒民众都爱较买册咧。最近伫网络顶有咧传讲，有连锁的超商要找小店长的广告，要来骗民众的个资。一个超商的业者嘛，赶紧伫咧官方的卖奖页来背回，讲这是诈骗的信息。因台北市警方嘛有接到通报，有一个负责人伊伫咧交朋友的网站，熟悉一个24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伊用各种的理由改借200万。落尾手警方趁诈骗集团车手伫咧提钱的时阵，是赶紧甲抓起来。伊若伫超商头前来跳舞，看起来真古锥。伊拢是参加这间连锁超商小店长活动的囡仔。也最近有未少民众收到超商要找小店长的广告链接，也民众写详细个人资料甲电话，刑事局提醒民众爱细理这是诈骗的陷阱。他会引导你加入 LINE 的群组，那这通常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，或者是你点了这些之后呢，它会连接到一个仿真，就是类似就是某个银行的那种就是汇款账户的资讯，然后请你去填写。而超商业者也伫因官方网站澄清，这是假信息，提醒民众莫用骗去。刑事局讲，最近的诈骗模式，差不多拢是假说有名的企业，也是爱参加投票这形式，因民众点入去连结，除了你个人的资料会泄露，也搁再导入投资的群组，再搁诱拐民众来投资进行诈骗。民众若收到信息，会使向官方进一步纠正。另外，伫台北警方也抓到这个涉嫌诈骗4单的查甫人。这你拿的吗？原来是一个旅居美国好业的富人人，经由交朋友软体熟悉这4单的查甫人，因为这查甫人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200万，这查甫人发现互诈骗了后，请律师报警，警方也伫双方约定要当面交付200万的时阵抓人。本分局与该名女子佯装面交现金，当场逮捕2名犯嫌，全案依诈欺罪嫌送办。警方抓到这4单的查甫人，也有向车手收钱、俗称收水的姓肖的查甫人，也提醒民众毋当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交朋友信息，避免被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